这肯定香了，我尝尝啊。好吃。哎呀，香啊！不成，我拿酒去。来，哎，来，来，哎呀，在这儿啊，我们东邦人不团结，也不敢团结，所以总是被欺负啊。他们人多，有枪，有军队。我们受过欺负，但也不能一直受欺负吧？哎，战哥，你以前干嘛的？我嘛，就修车、修手表，混社会。不过在这儿也混不动，有时候挨打了还不敢还手。那是你不够强。嘿，我不够强，我很强的好吧？摔跤？哟呵，不是这，你个女孩，你是？那可不一定。哎，行啊，你可别说我摸你啊！能赢我，让我。这是，我可开始了啊！加油，战哥！开始吧。走点心啊！来，来了！啊！战哥，走点心啊！那我可认真了啊！来，改散打！散打可能更难。哎，这。怎么样，还来吗？再来！认输！你这搁到古代就是梁红玉了吧？估计是吧。难怪他说他入狱不风光，就这身手怎么风光啊？这怎么着都得打翻几个军阀老啊！挺抱丫挺的。